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49节到56节，耶利米书第32章第36节到44节，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跟随。昨天我们谈到了有关于富人、有钱的人的主题。耶稣基督对于当时候那一些欺压穷人、欺压工人以及弱势者的富有的人，他有强烈的批评。昨天在读经分享的结论部分，牧师也引用了今天的经文。耶稣基督告诉那一位富有的官，我们说少年人，他这样说：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产业，把钱捐给穷人，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，然后来跟从我。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8章22节的经文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读经分享经文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到22节。这是对那一些富有的人的提醒，也是对富有的人给他们的机会，就是回转的机会，也更是上帝对这一些富有的人的呼召。领受呼召，跟随上帝，才是经文的重点。耶稣基督对那一位富有的官所说的话，要变卖掉产业，要捐助给穷人，要来跟随耶稣基督。旧约先知耶利米在被关在巴比伦王宫监狱的时候，上帝又对他说话。上主这样说：人人都说这块土地要成为荒野，没有人也没有动物。不错，犹大各城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都荒凉了，没有动物，也没有人居住。但是你们要在这些地方再次听见欢笑和婚宴喜庆的声音，你们也要听见人在圣殿里献感恩祭的歌声。他们要唱，要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为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要让你们回归故土，重整家园，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以色列人所期待的上帝之怜悯，就是解放他们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到应许之地。上帝的话说：我要让你们回归故土，重整家园。归回，更清楚的说，其实就是原本已经离开上帝真道这些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回转
来跟随上帝。这就是如同耶稣基督对那个富有的官所说的话，说来跟从我。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，我们一起来思想几个问题。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教导，他说，如果你要达到更完全的地步，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，把钱捐给穷人，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，然后来跟从我。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更完全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的教导，他说，你们要完全，正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。这是蒙呼召的以色列选民的目标，也是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所得到的要求。卖掉产业，就如同撒该的作为一样，当他悔改之后，就将全部的产业拿出来。又如同耶稣基督教导所说的话，像骆驼穿过针孔，骆驼要穿过那称为针孔的小门，那必须要将骆驼身上所有的货物，或是我们说财物，全部都卸下，这样子才能更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。捐给穷人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撒该，他悔改之后的作为，他不但说要归还4倍给讹诈的对象，撒该更是如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，他要将1半的产业捐给穷人。第4，来跟随我。或许我们会问，这一位财主他只不过是问如何得到永恒的生命，那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说来跟随我？或许我们应该说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的经文所说的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要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得到永恒的生命，归回应许之地，进入上帝的国度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跟随基督。我们看看这一位年轻的财主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之后的反应。圣经形容说，那青年一听见这话，就垂头丧气地走了，因为他非常富有，因为他太过分看重所拥有的财富，他就不愿意从骆驼身上来卸下这些财物，因此他就进不了上帝国那个针孔的小门，也就无法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诗篇119篇第49节到56节，
求你记得你向仆人许下的诺言，因为你的话使我有了希望，甚至在患难中我也受了安慰。因为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生命，骄傲的人不断地侮辱我，我却不曾违背你的法律。我记得你以往给我的教导，上主啊，你的教导使我得安慰。我看见作恶的人背弃你的律法，心里的怒火难以抑制。我在世上寄居，我作诗歌颂赞你的命令。上主啊，我在夜间想起你，我谨守你的律法，遵行你的命令，就是我的喜乐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来跟随你，不让我们以自己的想法来做，让我们愿意诚心实意的一步一脚印的跟随，蒙主的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